后来过来是有关郭文泰的政治献金案，周刊阁有上新的野料，讲去年的8月，陈智菡传简讯给郭文泰，陈智菡讲竞选总部予慕克公司的授权金，李文忠甲减掉讲是政治献金，陈智菡讲安尼讲用要是死期咯，就是这段简讯，陈智菡防质疑，甲郭文泰来串口径。陈智菡是反倒转来指控检察官，证据应该提交予法庭，唔是透过周刊来放消息。支持者和合作的厂商鞠躬道歉。去年8月，民众党召开记者会，说明政治献金继续风波，将郭文泰经总财务长李文忠鞠躬甲支持者会失礼。这是目前列出来漏报的15笔。后面还查到了2笔。民众党立民党团主席陈智菡当时提出单起，虽然解说小目，不过检调调查了后，发现郭文泰政治献金流向慕克公司，就看去资料起诉更正内底。去年8月2日，陈智菡发信息给郭文泰，讲竞总和慕克搁签一个约，收集的10%要予慕克当作授权金。我问李文忠收集的10%是啥？伊讲是政治献金。原本我希望伊会当换一个讲法，不过伊亲像已经甲检调讲，这强要是死期。郭文泰会结论新放消息，咱今麦当伫咧找会计师来签证。请问一下，这些私人的简讯到底是怎么样从北检流到了《镜周刊》？这个是不是叫做妨害秘密？就这期和郭文泰透过信息串证，陈智菡强调，家己正做发言前是为了厘清相关信息对郭回应。不过郭文泰却检方认定，自买非常权起诉书内底记载，无可将450万汇予郭文泰当作授权金，其中244万予后生郭富瑶，佮用95万买股票。这个捐款早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捐完了，所以《镜周刊》编故事已经编到了离谱至极的程度。提出关键记录，包括小李麻痹关怀基金会、天主教圣母社福基金会等等这个社福团体，总金额就是450万。民众党提出单起一条一条出来对，那侪枪，嘛要求周刊赶紧改嘴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